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7，旧历的2月21，礼拜三。有一句这个俗语讲，春天后补面。这阵啊，气温的变化较大，除了人较会破病，参这个水流啊嘛受到影响。像台东的关山，日夜温差拢超过10度以上，有不少的猪啊感染到猪热病。这个叶仔面顶出现到斑点，较严重的甚至拢萎去了，农民是正伤脑筋。除了喷农药之外，农改场嘛提醒农民，这个时阵千万唔通过来下蛋肥，要若无，这个病情会更加严重。趁好天气，农民赶紧落田，心情却是无啥稳定，因为未少的猪仔已经喂到猪热病，有的叶仔出现断点，有的甚至已经蔫去啊。天气忽冷忽热，这个时候水稻跟人一样，就是抵抗力也会减弱。如果产生一些小病斑，那可能就是稻热病。天公伯的面色最近安尼变来变去，尤其是台东的关山、小林线落几啊天雨，又搁晒一天日头，风面一来又搁是湿冷天气，温差10度以上，或者猪啊冻袂掉。10天过后之后，可能病又起来，因为天气一直都不好，一下冷一下热，那139就最怕这样子。有的农友脚手较紧，趁无雨时赶紧喷农药啊，希望讲水流赶紧好起来。农改场的人员特别提醒讲，这个动作千万唔通做。氮肥会造成稻叶植株柔弱，那可能造成病势会更严重。千万唔能够让氮肥，安尼互病情扩散。关山镇公所嘛统计讲，目前受到影响的地族面积差不多有10公顷，要算伫控制范围内。嘛希望讲农友应加注意稻作的生长情形，唔通互稻米的品质受到影响。